大家好啊，我係添，我哋今日繼續拍《荒野亂鬥》嘅片。咁我而家都諗過下啦，過咗一段時間呢，我就會出第二隻 game 嘅片啦。咁到時呢，就會我嘅朋友、我嘅 friend 幫我拍嘅。咁分到我梗係會拍翻啦，我就自己拍。咁第二隻 game 就俾我個 friend 拍，我都係直接send上嚟呢個 YouTube 頻道噶啦。好，咁同埋我嚟緊呢3日都唔得閒，都要假期都會出面玩，咁可能影片更新呢就比較慢，咁希望大家見諒。好，咁我而家決定荒野亂鬥都係升1000杯為主嘅，咁我就升亞特加啦。咁我哋開始，可能會分2-3段影片，就慢慢升上去。咁我今日先升到大概850至900杯先。好，第一個對面艾特加雪梨源自我嘅隊友就係、都係源自我都艾特加同埋安琪拉。對面3個人居然匿埋一齊，感覺有啲壞事發生。我哋先殺咗佢，我係1-0，隊友好配合，好配合。有種奇怪嘅感覺。哇！對面呢個原子係掛機嘅趨勢，靚波2-0輕鬆，繼續。對面荷爾德梅格格萊姆，我哋嘅隊友原子咧，又係我咧，同埋查理斯特。哇操！查理斯特一嚟死咗，發生咩事？Oh my！先收咗個冇啊，隊友倒地晒，我打唔到啊，1打3，盡力㗎啦。唉，俾對面荷爾德穿咗個窿喺中間，咁容易射波。唉，好可惜，俾對面入咗球啊！冇啊，佢穿咗個窿啊，太容易入啦！荷爾德大招出咗啦，跟住佢又俾對面打敗咩？連接即刻到到，呢鋪都係冇網。有啲機會！我靚波隊友！哇，極限拉扯，差啲有2要俾對面入咗球就結束啦。我加上咗極威加大，我唔輸。OK， 殺咗2個。哎呀，隊友電視俾對面過啦冇，個保技3就掃到啦。OK， 我呢個 KO。OK， 過啦冇 KO 咗。哇！對面好弱啊！開住先。我對查斯特極威加大 OK， 1-0，仲有30秒。咁呢個局勢而家原子有大招啦，咁我都係極威加大，咁呢鋪贏機率都幾大。哎，呢隻壽司紅 WiFi，Oh my！ OK， 極威加大。OK， 輕鬆反勝2-1。一開始係即係對我哋。即係對面係中遠距離，跟住我哋全部大部分都係近距離咧，就容易俾對面即係克制，咁就俾我哋冇咁容易上去身啦。加上對面嘅準度都有啲實力嘅。好，繼續。
咁我哋呢個走勢落去咧2連勝啦已經。咁我相信我哋係可以一鋪都唔輸，好快升上。好啦，呢鋪彈射可以得，然之對面我哋都有彈射，都係然之同我哋家呢鋪仲有2射手角同埋一個近戰角，所以可唔可以贏都唔知。1-5-1 OK， 佢對面2個，而家可以得咗對方我彈射，上風無下飛。正一彈射，好似想掛啲趨勢。OK， 對一個，我對一個，然之打殘，唉，好可惜。對面然之同埋可以特配合將我哋嘅隊友然之殺咗。OK， 但係呢個時候居然同 WiFi，Oh no！ 冇計啦，拍片地方有限。OK， 呢個時接住一波。OK， 未輸。呢個時候隊友彈射，哎呀，做乜嘢啊隊友？隊友不給力啊隊友！可惜1-0，唔俾我極威加大。哇！隊友做乜將個波踢俾我極威加大，跟住極威跟住用大射咗啊！真係服咗。唉，冇計啦，隊友配合得唔好，一表人才啊！加上咁呢鋪勝率贏就可能未必贏，但輸都可能未必輸。佢仲有1分鐘，而家3打2，對面2支正負嘅等，只我哋一個唔死住，都有機會。OK， 果然輕鬆1-1，最後40秒。咁我覺得都係等加時啊，不過加時對我哋有啲唔理，因為我哋大部分都係近戰角色。Oh my god！ 我哋嘅原子都仲未收咗。呢個手我俾彈射掃一下大殘，反完啦。反殺！哇 ！OK， 呢個時候頂晒對面全部極威啊！速度靚波，仲有15秒嘅亞瑟。呢波隊友好配合，真係好配合。呢波真係好配合嘅，佢得2個隊友接將對面2個殺咗咯，咁就可以直接配合一波打上。咁未來呢幾日我都會 send 一啲我放假去玩嘅一啲相啦，我都會 send 上去整成一個 vlog，咁到時大家都可以睇下。咁我就唔係一定固定係玩遊戲，但係我主要以遊戲為主，但係生活嘅內容可能都會分享下。哇！呢個時候隊友全部生活 ，OK 呢個時候就帶走一個。哇！唔知點解隊友一早就俾對面3蚊包夾殺死咗，所以難打。隊友做乜嘢？哇！隊友嗰個我頭先呢個對手都唔睇，即係冇嘢講呢啲球，幫都唔幫手望住我單手。其實咗我都係幾隊友傾偈嘅，因為我哋嘅隊友全部都係近戰角色，所以俾對面黑住嚟打。冇用，已經好盡力㗎啦。應該逐細玩嘅，不過隊友近戰容易俾對面彈射，直打 OK 仲彈射大招，射一個。我呢個位都有啲紅 WiFi。OK， 再穿越。
OK，等一陣再俾波都要出到啫。哇！靚波隊友哇！呢個時候，哇！隊友最後10幾秒入咗關鍵一球，做得好啊隊友！一球我贊同你，過10秒 OK。隊友點解加大？呢個時候仲有3秒，贏咗，輕鬆輕鬆。唉，我仲想講，次次呢個莫提斯成日都死，佢終於喺關鍵嗰球咗。哇！大家見唔見到？我哋嘅隊友願意0殺6死，仲勁過莫提斯。只可以話隊友嘅主力輸出都係靠我，但係佢哋係佢哋射波 OK。嗱呢鋪就有啲難講，因為對面嘅都係近戰，但係對面有法蘭克控型，霸子法莫提斯嗰兩隊，法蘭克就有啲控型嘅 feel， 我覺得唔係好得。各位，對法蘭克有啲勁啊，即係唔係有啲勁，即係佢係攻擊控制同埋血價好。哇！我哋嘅莫提斯比對面嘅莫提斯較弱。OK， 仲有殺咗。我呢波選擇挑戰，因為法蘭克想控我，又控咗我，又死咗，好容易俾對面之後就3個群控，我就好容易俾對面打咩。我呢隻手 OK， 隊友可唔可以帶走法蘭克？靚波！而家1打0嘅狀況，大個波踢遠咗，只可以再慢慢打，重新打，再調整一下啲血量啦。好，我哋今日幾順利下啫，目前都未輸。OK， 極威加大。唔得，對面有法蘭克太難打，對面控強國。OK， 對面法蘭克望唔到我，呢個時候都要磨得我。OK。OK， 對面法蘭克俾我磨死咗。OK， 對面霸子俾我磨死咗。但係呢一個時候莫提斯滿血我，加上有招紅 WiFi， 所以全日都帶唔走。唔知道隊友紅針 ，Oh no！ 隊友俾對面3打2， Oh my god！ 只有俾對面送分，好可惜啊！即係呢鋪係其實可以贏嘅，不過啱啱隊友嗰鋪3打2咧就遜色咗少少。OK， 呢波我哋全部開晒極威反超 ，OK 兩波。仲有個對面霸子同埋莫提斯有大技少啲，哇！法蘭克都有大技，我哋而家乜都冇。Oh no！ 輸啊！冇啊！對面太硬啊！到最後就大技啱啱，我哋全部極威加大開晒，就會仲輸。再打多2鋪。OK， 對面而家係比較冇近攻啦，有紐麥克，有格爾，有火箭佬啊。OK， 先冇咗格爾先。OK， 我哋仲有再搞掂埋麥克。對面嘅火箭佬個花幹都冇能力嘅啫。感覺其實只要俾我買到佢身就滅緊佢菜嘅，因為我嘅普攻一下2000幾血，我仲可以回血，我又可以大技跳啊，吸引啊佢，所以其實好容易打嘅。只要冇俾睇唔到俾對面入咗得啦，唔使打。呢個時候隊友一個失誤。呢個時候俾格爾推下，俾揾下先，唔緊要，我哋領先緊。
呢個時候打咗好多波，我哋嘅波仲未入，但係我哋全部都係狀態大殘。莫提斯，對面格爾一個冇配等一下。兩波，最後呢個時候清殺咗啦。OK， 輕鬆2-0，手感嚟啦，打多一鋪啦。咁我哋今日就係咯隊完。咁下一個星期我應該就會出埋艾特加上1000嘅影片嘅，有時間就應該可以嘅。咁我一個星期至少出2條片就可以嘅都。不過影片可能較長啦，大家就耐心少少。咁不如我分4-5條片咧，因為實在有啲耐，我驚大家冇乜耐心睇唔到。因為我就100幾杯，我都仲要打多幾場，就唔係話就都係1個鐘先可以解決嘅事。咁我都分4-5條片啦，大家耐心睇。OK， 呢波雙殺，隊友快俾波啦！哇，嚇死我！呢波隊友真係，只要俾對面塔拉開大技，你啱啱掛15，俾捉到你就已經拜拜。啱啱貓頭到咗下，所以就俾我見到佢，呢個時候塔拉咗 ，Oh my god！ 哎呀，俾馬克捉到個 timing， 俾佢打咗下大技，對咗2波。呢個時候都有小紅壞咗 ，OK 冇嘢啦。如果1-1，俾對面捉咗波 timing。OK 呢個時候跳過對面馬克 ，OK 靚波，對入咗佢 ，OK 好好。果然 MVP 得我，因為第一我殺得住佢呀，對我嘅點讚都係喺我度。好啦，我目前嘅杯數都去到37426。